镜头转来看国内苏花公路的中德路段，昨暝又搁发生土石流，双向的交通长站也搁要有车辆直接受困。加在经过抢修，透早是已经让车辆离开啊，现场嘛继续在拍通。也因为这车路未通，秀林乡公所今仔日是宣布和平村停班停课。另外，若是花莲着连宜兰的旅宿业，嘛受到这交通未顺的影响，遐个停班率无到3成。苏花公路中德路段土石放弃，地属宜兰甲花莲之间的交通未通。为这道火车伫中德段头前单抢通，因为加南回运费的加倍，敢会当等公路好。如果我们走南回的话，运费会 double 啊。因为它一般来讲，如果是疫情性封闭的话，它早上就会开啊，因为有土石流。初一暗时，花莲落大水后，第9线真侪路段发生水泵山阻碍通行，伫会德崩坑内底传出真侪架汽机车条例无法度出来。公路局预告，苏花公路伫11点进前会当顺利通车，受困的38架车是伫7点就出来啊。因为铁路也一时双向未通，经过抢修，初二透早东正线已经抢通，西正线当咧抢修，即马是单线双向通车，来回宜兰甲花莲的车帮按算拢会慢5分钟到10分钟。那经过昨天晚上抢修之后，我们目前东正线已经抢修完毕。那西正线的部分，因为土石量较多，而且所在位置抢修不易，这样，那所以我们目前仍然还在持续抢修中。受到大雨甲车路断去的影响，树林乡公所初二透早宣布和平村停止上班上课，因为交通常常受阻碍，唔但影响当地居民，更有真侪游客烦恼受困，也唔来花莲观光，连宜兰也受影响。本地业者表示，休热停班率无到3成，民宿业也真惨，敢若1成到2成。我没有办法，我要去，我只是1日游的，我不需要2天1夜，我停留越久。我就会越担心，所以我们县府这边还是会持续的来跟中央争取相关的补贴。旅宿业者也继续争取宜兰列入观光补助的范围，因为来宜兰游客虽然复苏，不过多数是来1天，关于大的人也是真少。县政府也呼吁观光署应该比较大胆，甲宜兰也列入去地动了后进行观光补助的县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